廚房是做飯的地方。跟我讀一次，廚房是做飯的地方。這串葡萄是紫色的。這串葡萄是紫色的。拖把是拖地用的。拖把是拖地用的。床是睡覺用的。床是睡覺用的。牙刷是刷牙用的。牙刷是刷牙用的。筷子是吃飯用的。筷子是吃飯用的。掃把是掃地用的。掃把是掃地用的。